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報名持續進行，賽事即將火熱展開。本屆賽事以零門檻、高獎金、真倉實戰為核心賣點，由即日起成功報名的參賽者，賽事正式開啟後會自動獲發88美元交易優惠券及8美元入金回贈券各一張。優惠券適用範圍廣闊，兌換步驟簡易，充分體現平台客戶為先的服務宗旨。投資者報名成功後，優惠券會於賽事正式展開後自動發放至個人賬戶，無需另行申請，真正做到報名即送。有關報名優惠券亦可與其他交易優惠券及優惠活動同時使用。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用真倉實戰競技模式，所有交易數據均與國際市場實時同步，確保賽事結果真實可信，具參考價值。賽事總獎池價值高達20萬美元，除豐厚報名福利外，還有豐厚現金大獎及大量 WOOF 金幣可供瓜分。賽事分設盈利大師賽及勝率達人榜兩大主要賽道，現金獎勵均頒發予總排名頭100位參賽者，當中盈利大師賽冠軍可獨得2萬美元現金獎。賽事進行期間，今明中國會透過智能風控系統嚴格監控每一筆交易，杜絕任何違規操作。賽事排行榜每日更新，參賽者可隨時查閱自身排名。整個賽事流程公開、公平、透明。現時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報名通道經已全面開放，有興趣的投資者可登入今明中國官方報名渠道報名，開賽即可領取專屬優惠券，把握先機，輕鬆開展屬於你的實盤競技旅程。